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首先带大家来关心高雄柴山大道，因为山海美景而吸引不少游客，但随着交通流量的增加，道路安全问题也逐渐浮现。当地里长指出，柴山大道的路墩多处破损，甚至有部分消失，希望市府能加速修复，提高辨识度，保障往来驾驶人以及游客的安全。汽机车在山间小道行驶而过，仅有双向两线道的柴山大道，因为临近山和海，沿线风景虽然优美，但也充满危机。当地里长指责道路一旁路墩，有的已经破损，也有的直接消失不见，甚至一旁杂草堆中还有着大型的汽车零组件。原因就出在道路转弯处，汽机车族只要一个不留神或是速度过快，很容易就造成事故的发生。我甲你讲，来去的人吼，拢常常因为吼。驶较紧淡薄啊，还是无注意，尤其是学生呐，都常常车祸啦。啊，我也希望说哈，政府单位要注意这一块啦。哦，关于这一点，近期也会请我们本地下的民意代表哈，来替我们桃园里做一个争取，文学院到社区的道路两旁。一些安全维护措施哦。日前就有一辆由黄姓女性驾驶的自小客车搭载友人行驶在柴山大道上，在转弯处与对向来车会车时，由于太靠近山壁，进而撞破自来水加压管线，导致大量自来水喷出，如同一道涌泉。当地里长接获通报后，联系警方进行交管。自来水公司事后抵达现场，进行减压加固管线后，漏水状况才得以解除。该起事故为一名黄姓女子驾驶租赁小客车行经该处，因与对向会车时太靠近山坡导致不慎撞断自来水减压阀，也导致自来水大量喷出。因为这个区块自中山大学文学院到社区路幅不宽啦，尤其两边的护栏已经常年遭到撞击、破损、破旧，也是希望趁这个机会跟相关单位反映一下，可以来做一个维护。也希望市民朋友来到桃园里假日游玩、看风景、看日落。也注意行车安全。里长进一步表示，柴山大道许多转弯边坡处路墩都已经有损坏迹象。为了来往行车以及游客安全，除了希望民众记得减速慢行外，也期盼市府相关单位可以加速路墩的修复，或是漆上颜色容易辨识，好降低当地交通事故的发生率。记者李佳龙高雄报道。高雄捷运高架段有不少桥墩都漆上了亮丽的彩绘，但是过了捷运后进站 R20之后的桥墩就没有了彩绘，灰土土的，让当地里长觉得相当可惜。民众更希望未来能继续彩绘，并且可以发展一站一特色的彩绘模式，让捷运的桥墩更加美丽。高雄捷运的彩绘桥墩帮灰色的高架桥换上新衣，五颜六色的彩绘桥墩看起来非常美观。不过近期就有民众说，捷运只有 R19到 R20站有做彩绘桥墩 ，R20过后就没有继续彩绘，感觉很像做一半。应该是都有彩绘的话会比较漂亮，就是每一站都有一个特色的彩绘，我觉得更棒。针对这个社区总体营造的美容关系这是有需要啊。比如说一地方一特色后面一寡文书的文化过去的后面人去搁找得回来。希望政府把这个物件一直爱重视，因为整个的美化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包括政府配合。专民提供社区的意见。实际来到捷运 R20后进站，可以清楚看到男子加工区到后进站这段的桥墩都有彩绘，但后进站的捷运出口往后看，通通都没有彩绘。当地的里长和民众都觉得相当可惜，加上未来后进的联合开发案即将动工，里长希望能够继续彩绘，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美观。因为咱这个彩绘这个柱子加足好看安尼，大家人经过拢感觉有耳目一新啦。所以讲这部分后壁
是毋过会请遮的捷运局也好，还是各局处会使有经费，会使来继续阮做彩绘的动作，互遮后壁陆陆续续的条仔会共款安尼，才会水人经过的人较看了较会安尼欢喜安尼。当地的民众也建议，希望能够在每一站做出不同风格的彩绘，甚至能够发展一站一特色，让每一站都有不同的彩绘，并且结合当地的区里文化，打造独一无二的彩绘桥墩。如此一来，也能更加美化当地的环境。记者李嘉龙、陈英君高雄报道。高雄车站的环抱式路型，为了引导车辆能够更清楚的行驶，在站东跟站西路的转弯处都绘制了彩色铺面。但是目前铺设了1年多，已经可以看到蓝色铺面开始出现破损，市容观感跟道路安全让人产生疑虑。配合明年车站完工启用，可能还需要重新整顿一番。前方依照实路段，请保持安全车距。开着车从高雄车站沿着站东路开出，因为转弯幅度比较大，地面上的彩色铺面达到了很好的指引效果。只是可以看到，铺设1年多的蓝色铺面已经开始出现破损，市容观感和道路安全令人产生疑虑。因为现在标线呢是大面积的使用在站东路跟站西路，那因为出弯处呢，车子呢在那边转弯，然后而且会有加速行为，然后因为它扭力的关系，导致于它标线的耗损呢会比一般的标线来的严重。彩色铺面比一般的标线有更高的防滑系数，让进出车站道路的民众可以更加的明确和安全的行驶。只是它的耐久度面对每天大量的车辆碾压，好像有些扛不太住。虽然指引效果确实有达到，但是铺面的选料是否有其他更耐用的选择？目前站东站西路呢，它使用的是骨材型标线，那它的抗滑系数呢也是非常的好的。那如果像一般的彩色沥青，因为它的强度不够，所以它比较不适合用在车型比较多的地方。那我想，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彩色的铺面，好，那有这种，当然预算会比较贵啦，哈，因为它等级比较高嘛，预算比较贵。那如果说我们长期要花这么多的钱在做这个维修的话，我想，如果说在这个整个道路的监测上，哈，市民朋友其实已经适应了这样子的一个车流的话，或许有彩色铺面以外的其他的做法。高雄车站预计在明年完工启用，但是为了新路型所设计的铺面已经开始出现破损，可以看到，尤其是出站转弯处特别严重。对比去年8月，现在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破洞，可能要趁着车站即将完工，再重新整顿一番。相关的局处，好，在这个巡检上面的频率，好，那甚至是这个修补的工程，好，应该即刻来启动。那这样子的话，才会说我们在年底车站完工的时候，我们相关周边的路面也能够是让人家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高师府公务局表示，交通安全目前是没有问题的，破损部分将会委托厂商进行修补。只是面对未来高雄车站完工，交通量可能持续上涨，持续性的修补是否为长久之计，可能还需要多加考量。记者孙军高雄报道。高雄左营翠华路在西侧的车道拓宽后，将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偏移，分隔岛上种的路树也将遭到移除。市府新工处表示，将不再新植乔木，会改种矮灌木。不过，民众认为南部天气炎热，多种树可以遮蔽阳光，骑车就比较不会晒昏头。左营翠华路西侧的车道拓宽之后，中央的车道被三角锥围了起来，准备施工。因为中央分隔岛也要跟着往西移，让东侧北上车道可以多出一条车道的空间。西侧拓宽后，由原先的2块1慢共3个车道，改为3块1慢共4个车道，可有效疏解现况南下拥塞的车流。为了要将中央分隔岛偏移，市府新工处已经将南段分隔岛上的路树整个移除，北段的路树还没有被拔除。偏移之后不再新植大型的乔木，民众认为在路况可行的情况下，应该多种树，让机车骑士不会被太阳直射，也可以美化市容。有树比较舒服一点呢。对你没有种树的话，好像比较单调那样。不要砍掉，移到中间来，还是移到旁边来？应该可以移嘛。真的很热啦，尤其骑机车哈，你如果没有，真的受不了。而且这个红灯有时候都停了，都90秒、100秒，我受不了了。而天气这么热，现在我们整个一个气候啊非常极端啊，遇到下大雨啦或是台风的话，中间的路树经常会断树根。那会造成我们在行车上的一些的用路人上的安全。另外，为加速本工程的进行，
未来新的中央分隔岛将以潮化线及防撞栏杆为主，在入口处则还是维持实体的庇护岛。为了拓宽道路而移除路树，护树团体认为要视翠华路车流是否会增加而定。虽然不重新种植大型乔木，但还是会种矮灌木作为分隔。里长则希望在人行道上可以多种路树，一样有遮阴和美化的效果。新台17线也要开通，那未来翠华路旁边会开路呢，连结去民族路。翠华路是否真的需要拓宽？我们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多的这2条路其实是已经可以把很多车流疏导掉。它的人行道旁边就是要种植一些的绿树了，能够把我们整个一个翠华路周边里面的做一个绿化带。全部的工程则预计会在明年6月完工通车，届时翠华路南北向将各有4个车道通行，以疏解翠华路的拥塞车流。翠华路西侧的车道正在进行最后北段的拓宽工程，在中央分隔岛完成偏移之后，东侧车道也会接续拓宽，并且完成2侧的人行道，完美的路型预计在明年6月完成。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2025双北市壮运奖牌设计跟全新主视觉首度亮相，其中主视觉以赛会主标语“运动无界，人生无限”为核心，将双城、永续、科技、团结、普及5大特色以视觉化。奖牌设计则以双北代表地景台北101以及野柳女王头，以浮雕方式融入其中，展现亚洲首场世壮运在地景观特色，也让世界看见台湾。请揭幕。在台北市长蒋万与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同揭幕下，2025双北世壮运赛会奖牌正式亮相。奖牌牌面除了有蝴蝶王国象征外，更把主办城市台北市与新北市的代表地景台北101大楼与野柳女王头以浮雕方式融入其中。特别的是，奖牌织带是由咖啡渣及回收的运动服纤维制成，奖牌盒、托盘及颁奖台也都采用自然材质制造，实现环保永续的目标。奖牌设计意象，它代表的是我们蝴蝶王国的一个含义。那另外，它的这个样式也代表一个“北”这个字，也是台北、新北，双北共同举办这个世壮运。那另外，展翅高飞，闪耀双翼，当然更象征我们所有参与的每一位选手、每一位民众，他奋力不懈，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光荣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有意涵的设计。特别谈到的永续，我们这一次奖牌的织带就是用咖啡渣，还有我们回收的运动服所来制作，用它的材质代表我们重视永续。那另外奖牌上面有一边有台北101的天际线，另外一边有我们新北这个野柳女王头的海岸线。所以这也象征双北共同努力用心来承办世壮运。主视觉设计则是将赛会5大特色双城、永续、科技、团结、普及，透过几何图形及放射性线条予以视觉化，呈现双北城市多元缤纷与热情样貌。最主要是阐述5项精神，一个是永续、科技、团结、普及、双城。所以双城的意象就是用新北的女王头、台北的101，然后用个辐射性，希望借着热情示意，以及所有都是环保材质来推动永续的一个城市。所以最主要的除了这个意象以外，当然背后的几何图清楚、简单、利落，代表着两城是不断的在崛起跟创新，跟时代来竞争。所以我们期待明年5月份的世壮运，所有国内外的选手来报名，越来越多越好。我们预估有4万人，120个国家，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努力继续做。世壮运目前报名人数有16851人，其中外国籍选手有3870人，
报名日期到明年2月17号为止，年满30岁无需选拔，也没有年龄限制，就可以报名参赛。欢迎喜好运动的国人把握机会报名，一起来与世界跳一场。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基隆首次城市马拉松将在10月6号登场，预计吸引3000多人来到基隆参加。因应庞大人潮，台铁宣布增开加班车。好马长跑协会已经收到通知，近日密集的试跑跟团练，希望让活动能够圆满顺利。天都还没亮，10多位马拉松跑者开始试跑，帮忙检测道路安全。基隆首次城市马拉松将在10月6号登场，估计超过3000多位热爱路跑民众参加。而因应参加人潮，台铁已经通知10月6号将加开1302班次列车。特别感谢台铁公司，他们为了这一次的赛事，加开了一班1302号班次，从树林4点40分发车。到了基隆才5点47分，所以出站之后啊，步行大概3分钟就到会场了。非常感谢，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应用这班的大众运输工具。外县市的跑者来我们的会场的时候，如果用这个交通工具能够更环保，更能够节省时间。基隆城市半程马拉松将分成21、10及3公里3个组别，起跑从基隆国门广场出发，沿途经过海洋广场、港务大楼、中正路、长荣桂冠酒店折返，再前往中华路、协和发电厂、文明路、湖海路，最后到喵喵咖啡圆环折返，沿途风光明媚，不少报名选手都很期待。在城市的道路里面奔跑。那也希望来自全国的朋友们能够认识基隆，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烈的参与。恭喜参赛的选手，也希望能够破自己的 PB， 拿到最好的成绩。那也要期待未能参加赛事的跑者们，但是希望能够来为我们的跑者加油打气，并且期待下一次我们基隆市政府能够再次的举办，然后让没有办法参加的跑者能够在下一次的时候也能够来得到参赛的机会。这条规划路线沿途有山海美景，对于跑者来说是一次很棒体验。主办单位好马长跑协会最近加紧进行团练，也邀请在地的跑者共同加入。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2024府中搞什么鬼？以芳桥时代为主题，推出近1个月的府中奇幻城系列活动。10月5号起奇幻开城，6大主题活动每周末轮番上阵，让大家体验结合了历史、艺术跟创意的盛会。有限量好事消费券、补助11间跟 DIY 课程、变装比赛都会在中午12点线上开放报名，有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3、2、1，请按下呼呼，揭开我们府中奇幻城芳桥时代正式。新北市政府经发局今天特别举办府中奇幻城开城记者会，宣布为期近1个月的活动正式起跑。经发局长盛小荣也特别穿着旗袍扮演名门闺秀，由新北市副秘书长张其强扮演车夫，拉着人力车走进记者会中，仿佛摇身一变回到过去芳桥那个年代。今年府中搞什么鬼？以芳桥时代为主题，推出近1个月的府中奇幻城系列活动。10月5日起奇幻开城，6大主题活动每周末轮番上阵，让大家体验结合历史、艺术与创意的盛会。新北市副秘书长张其强表示，过去府中是新北很多年轻朋友出去玩的出发地，现在的府中会努力让它成为年轻朋友的目的地，欢迎大家来府中发挥创意，让更多年轻的朋友看到不一样的府中。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不管是我们的经发局，不管是文化局，在我们府中双城完成之后呢，花了很多心思，让府中商圈变得很不一样。那我有个印象也许在场很多人在过去不管是府中也好，不管是板桥也好，常常是我们所谓去台北玩的出发地。我们可能到东区
去逛街，到西门町去看电影，或到台北什么地方去。所以府中常常是我们一个新北所有年轻朋友的一个出发地。但我相信，从府中双城开始，我们也会更努力，结合商圈结合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会让府中成为所有不只是新北、北台湾，甚至全台湾来台湾玩、来新北玩的目的地。所以呢，今天这个所谓的港桥时代从今天开，应该从明天开始，我们会有一系列活动。这个月，那接下来呢，我相信就包括这个我们的万圣节的变装，还有就是文化局的一些活动，让到年底会有这个所谓的欢乐耶诞城。这一系列都希望说让府中能够符合，不管是男女老幼，不管是每一个阶层、不同年龄层，都希望他们来府中玩。经发局长盛小荣表示，今年从整个市集规划、活动设计都是走怀旧复古风格，包含万圣节也会邀请大小朋友穿古装来庆祝，就是想让民众借由体验怀旧的年代感，重新认识芳桥年代府中双城的历史脉络。其实我们府中奇幻城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希望在这整个10月经发局可以有一系列的活动。可是今年特别不一样，大家有看到我身上的打扮吗？就是我们今年就是复古的一个复古风。那我们今年也很特别可以让民众来着装这个复古的打扮，来体验一下芳桥时代的这个部分。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市集也都是跟着古风一起进行。那我们万圣节也是一样，我们会用古风的这个造型来踩街，所以这一系列希望大家可以来回到我们旧的时代来体验一下当时的生活背景，让大家认识我们芳桥这个地方是从这个年代开始的来怀旧这个部分，那把我们府中双城、我们旧城跟我们现在所在地的新城可以串联起来，知道我们府中双城的这个历史脉络。府中奇幻城从府中15推出少年派特展开始，每周末推出不同的活动，结合特色品牌市集、古着试衣体验、户外电影院、亲子夜生活派对等，邀请大家相约府中广场，一起穿越时空，体验这份怀旧魅力。限量好事消费券、古着试衣间及 DIY 课程、变装比赛于明日中午12点线上开放报名，有兴趣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从明天中午开始开放民众报名，大家手刀要快。免费的部分呢，我们有24个场次，那每天4个场次，有80个人可以参加，所以呢有480个人可以来体验我们这样的古着的一个衣服。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体验。那当然，另外如果你要整个梳妆打扮，我们另外也有这样的报名名额，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新北市经发局也特别提醒，各项活动报名资讯可上来去新北经发局和府中15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诚挚邀请民众一起加入这场10月复古奇幻之旅，感受穿越时空的魔力。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2024基隆眷村文化节将在10月5号、6号2天在基隆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开跑。今年主打来去干妈店的怀旧系列活动，带领大家重温眷村的生活记忆，感受满满的人情味。3、2、1，请坐！2024基隆眷村文化节来去干妈店正式开张喽！基隆市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跟新丰里里长丁丽娜、正沙里里长陈芳玲一起玩干妈点的搓搓乐游戏，邀请大家在10月5号和10月6号一起到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参加眷村文化节，体验来去干妈点的系列活动。其实我们这活动10月5号、10月6号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有玩昂阿飘，我们也可以玩那个有大型的弹珠的一个弹珠台，还有我们的互动黑板，因为小时候大家一定要在黑板
说话。那我们其实可以在黑板，这是在眷村文化节的那个大沙湾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黑板留下你想要告诉另外一个人的话，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可以到现场，也可以相互回话，这是一个很好玩互动的一个部分。那现场还有跳格子等等，小时候玩的，小时候我也常常玩跳格子，常常输啊，都在旁边哭，然后每次都去干妈讲，都看人家在玩弹珠就很兴奋哦。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把这种曾经的感觉，然后告诉各位的好朋友。现在都是手机时代，小朋友都是在玩手机、平板。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场地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有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堂哥堂姐都带我去干妈店玩过那个弹珠台，然后小时候有跳格子、昂啊飘，都会跟这些哥哥姐姐们一起玩，所以我蛮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你们的小朋友，把你们的手机、平板放下来，出来一起走一走，来到我们的沙湾历史园区，一起来回味一下。他又让我回忆起当初我们都是钱不变嘛哈，我们年纪时代的钱很少，所以我都拔爸爸的白胡子，要拔10根1毛钱。所以会回想起来，爸爸当初我们的钱零用钱是这样赚来的，哈，帮爸爸，所以亲情的感觉很棒。再过来的话，逐渐长大了之后，会吃他的那个什么橄榄红色的，他不是真的吃，一直含在嘴唇，他的嘴唇红红的，这是爱美。所以说，那个小很多的回忆跟很好笑的一些行为哈，逐渐会让你呈现出来。所以说，干妈讲这种是很有历史、很有故事的。少不了的当然是我们精彩的舞台活动，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曾经入围金曲最佳作词人的杨素浩，还有我们基隆在地的高人气创作歌手廖文强，还有传统的艺文表演陀螺扯铃技艺表演。透过丰富的舞台表演活动，还有严选基隆特色店家打造的市集，是否邀请民众到眷村文化节现场吃喝玩乐，一起来怀旧重温旧时光？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2024 Color Taipei 彩虹观光活动，今年主题为乘着彩虹去旅行，结合10月份的台湾同志大游行，推出3处户外打卡装置，以及3条的彩虹观光巴士路线，更邀请15位各领域名人担任导览员，包含4分卫主唱阿山以及人气变装皇后女王等，邀请国内外民众来台北体验多元友善的城市风貌。4分卫主唱阿山、Pisco 吉他手瑞秋以及人气变装皇后女王，与观光传播局副局长薛秋活等人一同站在彩虹观光巴士前，为2024 Color Taipei 彩虹观光系列活动进行宣传。活动推出3处户外打卡装置及3条彩虹观光巴士主题路线，更邀请15位各领域名人担任导览员，分享解说台北的彩虹景点与故事。我这次负责的是电影之旅，是。然后因为我7年前参与了一部电影叫做《谁先爱上他》，对。然后那部电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个同学，为什么？一个高中同学，因为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的情书是一个男生写给我的。哇！我就很想跟他联络，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去跟他联络。真的？然后呢？然后我想，也许趁这次。这个机会，我希望也许可以让他来搭这个。媒体朋友们，这个彩虹巴士报道出去哦，这个当年有写信给阿山老师的，请你来搭这个彩虹观光巴士。因为这次电影之旅有很多的地方，是有西门町、228公园、春纪念堂、宝藏岩。我们出发点是在西门町嘛，对。然后这里面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应该是春纪念堂。我们就刚好会中间停站点就会在这边，因为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女朋友男朋友》哦，他在电影里面好像有还原那时候当时这个凤小岳在台上激烈演讲的部分，那我很喜欢那个电影，然后在中央纪念堂那边有最近对身心灵这个部分其实蛮喜欢的哦，然后在中央纪念堂它好像有一个有关风水的关系，是，它在这个地方的瓷砖有一个中心的集中点。这个地方你如果去拍手的话，声音会特别不一样哦。那很多人也许他可能比较疲倦的时候，他就会站到那个地方，然后有能量嘛，就感觉自己能量会比较好一点。我想那天如果我们下次的话，可以带大家去这个地方去。你果然是很称职的导览员。那每一个地方，其实阿山老师都知道，这每一个地方都代表了不同的当时拍电影的场景。是的，像228平公园，大家看的华灯初上或镊子。
这些都是。然后最后我们会停留在哪里呢？西门町捷运6号出口。是，就是跟这边的地标一样，非常多人拍照的地标。每一年跟观众的互动，都会觉得说更深刻的体会到，为什么我们台湾可以是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的亚洲的一个国家？因为台湾怎么样？台湾的人民尊重、善良、多元以及包容，以及性别平权跟彩虹文化的认同、自我认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尤其是跟彩虹有关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自我认同。那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感动以及非常的骄傲。那再加上今年呢，因为以往的路线比较单一，是虽然人还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今年非常特别，是今年增加到3大主题，会由我们的市政府广场到我们的市议会，到我们的当代艺术馆，到我们的228和平公园。因为其实228和平公园对于同志的历史的发展以及演变，算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所以中途呢，我们会停靠的就是228和平公园的彩虹对，以及常德街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我们的常德街事件，到时候呢都会在我们的观光巴士上面做导览。回想起从疫情过后，我去了一些国家旅游。那我去了一些亚洲国家的时候，我有搭过类似这种观光巴士。对，我一直在寻找着这些国家有没有一些彩虹的场景。那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是，我们台湾、我们台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巴士这样的活动，可以带大家看到，哇，原来台北是有这么多的彩虹的景点。我觉得这是我去过的很多的亚洲国家中没有的。来介绍一下你这条路线，起点是西门红楼，对不对？我觉得对音乐人来说，这个路线有2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当然就是西门红楼，没错。西门红楼不仅是有西门河岸这样子的 live house，然后那边也常常有大量的音乐活动，是包含我去年有在这个地方演出跨性别游行，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可以说是音乐人的圣地。就是女巫，就是我们最后会停留在女巫店。对，这个圣地可以带大家去趟。观光传播局表示，彩虹观光巴士游程规划3条专属主题路线，有文化之旅、音乐之旅和电影之旅。透过名人导览与旅客互动，让更多人深入体验彩虹文化的多元魅力。我们台北市已经成为亚洲可以说是最友善、最注重性平的一个国际城市。那我们从每年10月份，我们在台北市举办的这些同志大游行活动都能够吸引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还有外县市的朋友到台北来。这个是一年一场非常盛大的嘉年华活动那当然观光局这边因为这个活动都受到这个很多的我们媒体朋友的报道以及国际的关注。所以观光局站在城市行销以及观光推广的立场，我们都会在10月份来举办这个彩虹系列活动当然就是也延续了第5年我们来做一个彩虹的这个观光巴士。今年特别打造了3条这个主题游程，包括有这个音乐的、文化的，还有电影的这3条主题游程。同时有15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名人来做一个共乘跟导览那我们特别也精选了3个景点包括我们西门町包括我们的松山这个文创园区，还有我们信义商圈。那这些艺术装置可以让这个我们的除了我们这些外国的朋友，或者是来台北市的参加这些同志大游行的朋友能够去这个看看景点看看，同时也可以打卡拍照彩虹观光巴士游程将于10月5号到10月25号的每周3、5、6日出发，共有36场次，邀请国内外民众来台北感受爱与多元文化的力量。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每年的9月到11月是虎头蜂繁殖筑巢的季节，此时的虎头蜂领地意识极强，对周遭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高度警戒，攻击性特别高。这段时期也是蛰伤事件的好发期。为了保护民众安全，新北市政府跟台湾大学昆虫学系合作，建制全国首创虎头蜂热点地图，以减少登山郊游民众以及捕蜂人员摘蜂巢的风险，及快速防治虎头蜂。新北市幅员辽阔，生态资源丰富，郊山及住宅常有虎头蜂筑巢。每年通报蜂巢摘除案件超过8000件，时有蜂蛰事件发生。新北市政府与台湾大学昆虫学系合作，建制了全国首创的虎头蜂热点地图，以减少登山郊游民众以及捕蜂人员摘蜂巢风险及快速防治虎头蜂。
1年当中有8000件的一个蜂巢摘除，表示在我们这个民众使用的不管登山步道等等的地方，事实上这个虎头蜂还是存在。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在跟台大昆虫学系这个合作，建立这个虎头蜂热点网站。那透过这些档案的建立，那尤其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6年当中发生就是有蜂巢地点部分已经把它建档完成。那我们成为一个热点的分析之后，那同时也通知所有的市民、所有好朋友们，如果要使用到这个步道，或是它是周边的环境当中，那让这个远离这个虎头蜂的攻击。台湾大学昆虫系教授杨恩成也提醒秋季登山的注意事项，应该要做好行前准备工作，包含了查询警示资讯、穿戴浅色装备、携带应急药品、自备医疗小卡等等。此外，也要注意饮食容易招蜂的风险，以及切勿弃置食物垃圾。碰到的话，少数围绕，你可能就赶快离开。如果你已经接近它的这个蜂巢，它的警戒范围的时候，它已经来警告你的时候，你赶快往反方向赶快离开，不要再去侵入它的这个警戒范围。所以在这个看板上面，请各位参考哈。那这边还有登山的这个穿着，我们说要比较浅色的这个衣服会比较好。好，那这个如我刚才讲的这个黑色，其实就是它在攻击上，这个在蜂类上面已经在国外有研究哈。它如果在它的这个行为样态，它已经生气了哈，那他已经觉得他受到威胁，他就专门盯这个穿比较深色衣服的。为了守护民众安全，新北市近年更与无人机的厂商共同研发防治虎头蜂的技术。市政府也培训了无人机防治虎头蜂的保卫队，创新采用无人机防治虎头蜂，可以提升防治虎头蜂的效率，以及让防治过程安全性更高。从比较低的位置，哦，飞起来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控制我们的无人机去找我们的蜂窝。那看到蜂窝之后呢，我们就会去操作靠近，然后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喷洒动作。好，开始喷，然后就是这样喷，喷完之后我们会分很多段式的去做喷洒，把整个蜂窝包起来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再派人去做移除的动作。守护新北远离蜂患活动，邀请了山岳协会以及重庆国中师生参加，落实教育从小扎根，利用智能科技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并请山岳协会转知山友善用新北虎头蜂的热点网站，避开虎头蜂的出没热点，减少遭虎头蜂蛰的几率。中嘉新闻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龟山区益寿茶园在日前首度参加2024世界绿茶大赛，秉持着友善环境理念，运用卓越的制茶技术，3款茶品从186项来自7国的参赛茶叶当中脱颖而出。不仅白茶淡泊跟东方美人茶佳人荣获金赏奖，绿茶绿云更是夺得最高金赏奖，堪称夺下茶界的奥斯卡，让世界看见来自台湾、来自桃园的好茶。台湾好茶获世界肯定，桃园市龟山区益寿茶园在日前首度跨海参加2024世界绿茶大赛，秉持着友善环境的理念，运用卓越的制茶技术，3款茶品从186项来自7国的茶叶中脱颖而出，以绿茶绿云获得最高金赏奖，白茶淡泊和东方美人茶佳人荣获金赏奖，成绩十分亮眼。益寿茶园第3代制茶师林宇阳对此也感到十分开心，也希望能借此鼓励同行一起走向国际市场，行销台湾好茶给全世界认识，促进茶产业生生不息发展。绿茶部分是日本，他们绿茶是以世界来讲，他们最有名嘛。因为我们这次比赛就是说，我们茶拿去可以让他们认进我们的茶，这次也很开心啊。所以说，我们的茶也是能必须走向世界啊。每个地区做的口味、滋味也是不一样，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嘛。所以说，我们台湾的茶也是非常好啊，可以跟世界比美啊。我们这茶产业，我们是希望说，不止在台湾，也不是在亚洲区域，所以说我们可以慢慢走向。欧洲那边哈，以前他们都喝红茶嘛，要把我们的双发酵茶、我们的绿茶，你像我们意大利，我已经他们做了6年，还有捷克那边，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绿茶。
林宇阳也分享自己坚持按部就班来制茶，因此原始茶叶的好坏是影响风味的重要关键，而唯有良好的环境才能种出好的茶叶，所以他坚持实施有机农法来种茶，才能在最后诞生品质优良的茶叶。而这些坚持不仅让益寿茶园的茶叶早已在全国大小茶叶评鉴比赛中荣获多项殊荣，也获得许多国外客户的青睐，并希望透过这次的国际赛事，弘扬尊重环境友善农法的理念，让更多人意识到一杯好茶的得来不易。我做茶方式是说，不管原料好不好，可是我的制作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不管哪一季节，我的做法一定按部就班啊，赶拼熟水做香，这是很说起来很简单，只是说，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你没有好的环境，没有好的土壤，你怎么有好的产品嘛？一样，所以说我们对这个环境，我们要好好去珍惜这个环境，才有好的作物嘛。所以说我们都是很友善来对待，我们是没有办法说做到有机这一部分，我们是说很友善，是良心茶，好良心食品嘛。你不能说啊，昧着良心在做，你赚到钱也不安心吧。事实上，这次2024世界绿茶大赛57个奖项，台湾茶厂荣获近半数讲座。益寿茶园更是桃园唯一一个参赛茶厂，3款茶品全垒打，还拿下最高殊荣，堪称夺下茶界奥斯卡奖，也让世界看见来自台湾、来自桃园的好茶，证明台湾绿茶的品质的确是世界级。记者刘云婷桃园报道。台湾人天性爱帮助别人，这点从志工人数就能看出端倪。光是在台南市就有超过10万人在当志工。今年32岁的陈柏玉也是其中一员。不过难得的是，他本身是位盲人，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受过许多人的帮助，因此发心也要成为志工。但碍于双眼全盲，只能将当志工的心愿放下。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得知此事后，特别为陈柏玉安排听课及训练，最后终于顺利的取得了志工资格。拥有乙级按摩技术士证照，以按摩为生的陈柏玉，有感于成长过程中受许多人帮助，因此发愿当志工回馈社会。这次是他取得志工资格后的第一场服务，特别来到台南市志推中心进行按摩不求人课程，开启了他的志工之路。我们按风母穴的时候，我们想象就是这个力道是往印堂的方向过去，这样力道会往这个方向过来。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肩颈、肩背的部分，比较基础的部分，让大家都平常就是比较累的时候，可以互相帮我们的朋友啊，或自己或亲戚、家人累的时候也帮忙互相舒缓，不用说是今天好累哦，还要已经很晚了，还要出去外面找人家按摩，变成说在家也可以帮家人的人做舒缓。回顾童年，陈柏玉出生在一个有先天性青光眼的家庭，小时候双眼正常，直到12岁开始发病，先是右眼看不见，24岁时双眼全盲，但他并没有因此被打倒，仍然乐观上进。我们家族蛮多人因为青光眼就看不见，那我是12岁就发病了。那我到高中的时候右眼看不见，那到左眼完全看不见是24岁的时候。那我们家族青光眼，像我们家族就有6、7个人是完全看不见的。当初我想要来做志工，其实我一开始看不见也是不止家人还有很多的像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朋友都在鼓励我，也都会来。刚学出来手法没那么好嘛，他们也都会来关心我，然后让我做练习。而且到现在工作比较稳定，是受到蛮多人帮助的。然后是因为之前受过别人帮助，想说现在要来回馈大家，回馈社会一下。因为我能做的部分，其实我没办法开车看不见，但是我按摩是我的专长，说透过了专长来回馈给社会这样子。在得知陈柏玉想当志工的心愿后，台南市志推中心特别为柏玉安排线上课程，协助他听课及训练。柏玉最后也顺利取得志工资格。我们的陈柏玉志工他本人是视障者，可是他本来也一直想要当志工。那视障者要当志工是很困难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就社会局跟我们志推中心呢，来协助他，帮他做圆梦帮他完成这个志工的训练，让他取得志工的资格。那今天安排他呢，今天是免费的当志工的这个身份来教更多的志工们一起怎么样舒压按摩的一个部分可以靠按摩自立为生，陈柏玉感恩一路走来家人、同学、老师、朋友的帮忙，现在终于能够换他帮助别人。
他说，未来公益活动中按摩不收费，也会持续配合志推中心举办按摩不求人课程，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教育部国教署持续宣导反烟拒冰之事，办理网红就是你短片竞赛。台南市安南国中今年拍摄民间新闻哇哇哇参赛，获得特优。台南市教育局除了给予肯定，也期盼透过教学活动强化学生的健康观念。在无烟的校园里面，挖呀挖呀挖，学去烟蒂的知识，长白白的牙。挖呀挖呀挖的旋律被改编成无烟版本，这是安南国中所拍摄的烟槟防治短片。透过阎王殿的审判，让死者自白生前的不良生活习惯，引导观众检视自己的生活作息对健康的损害。我演的是阎罗王，然后就是要传递一些健康的知识，然后像是什么槟榔会致癌啊，可能会有口腔癌什么的。在创作剧本之前，就会引导学生去收集跟烟害相关的认知，所以他们就会有些东西会觉得很讶异，原来烟害跟槟榔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危害是这么大，所以他们自己在拍戏的过程，年轻人他会放上去他们流行的元素，对，然后在拍的时候过程其实他们都很开心。影片中加入流行的短影音素材，融入新闻报道手法，将健康观念编写成朗朗上口的歌词，让观众加深对戒烟、拒绝槟榔的观念。有学生就分享，家里人看完这段影片后，也开始改掉坏习惯。家人们都有在讲说，这样子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希望，因为也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所以就希望这样比较健康一点。这支影片让安南国中在教育部国教署的短片竞赛中获得全国特优，这也是耳濡蝉联，相当不简单，激发学生创意，用影像的力量倡议烟害防治议题。教育局也表示肯定，在全国里面，我们安南国中的表现都看得到，而且最厉害是从107学年度就参加到现在。那大家都知道，因为依照烟害防治法112年的新修正规定，第17条，如果现在的这个防治烟害的年龄已经上修，到20岁。烟害防治法规范各级学校全面禁烟，教育局持续宣导，强化学生拒烟的知识，市府也会扩大禁烟场所，透过法令规范守护全民健康。记者收回台的报道。桃园市自2022年起，携手各里办公室设置10响冰箱，从一开始只有21个里，到今年9月底就扩增到了70个据点。中坜区福德里长表示，10响冰箱对地方弱势的帮助真的很大，但也坦言一个冰箱真的不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里长跟志工们仔细分类各种食物食材，这些都是从商家、摊贩跟善心人士送来的集齐食品物资，要透过10响冰箱分送给有需要的家庭。桃园市从2022年起，携手各里办公室设置10响冰箱，从一开始的只有21个里，到今年9月底就会扩增到70个据点。中坜区福德里长表示，10响冰箱对于地方弱势的帮助真的很大，不过为了让资源有效利用不浪费，也会限制一次能领取的数量。那我们照顾的对象不仅仅是我福德里，我周遭里民都可以来领取。那如果说今天量很大，我们可能就透过广播，那这广播的话，就是一群人就会来排队，他们自动就会排队来领取。那平常那个量不大的话，我们就是以群组的方式，就是通知这些生活比较不好的，或者是关怀据点的长辈，或者是他们真的想要东西的人，他们就会主动来领。那我们也会，但是我们会设限于说，你可以领几个，然后不是说你可以拿一个袋子拼命装。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会通知我们里上有一个向阳关怀协会，他们那个小朋友都是清寒家庭的。为了确保大家能吃得安心又安全，除了志工的把关，也会尽量将取得的物资在1小时内分送完毕，除非真的不方便配合领取时间，才会用到冰箱。基本上10响冰箱是一个领一个，但里长坦言，如果真的要能够照顾到每一个弱势家庭，10响冰箱一个真的不够，至少要3个。
那因为你可以冰存更多的食物，而且让那个食物的保鲜度可以维持更久。那这个是我认为唯一的好处。像你说我们现在拿回的东西，都是在我们自己的里办公室的制定的规范头，就必须在1个小时内全部要发光。好，就尽量就是说不放到冰箱，它可以直接领走，除非他是生活困苦的中低收入户，他可能要工作，那下班以后再来里办公室来选他所要的食材或者食物回去做这些他要做的东西。不过这个就要靠什么？就是要靠那个冰箱了。台湾人每天浪费的即期品跟食材非常多，但是借由时享冰箱可以大幅降低浪费。汪金华里长表示，自从配合时享冰箱以后，就有很多餐厅、市场摊商跟食品业者都会主动送物资过来，里办公室就会经过挑选分送给有需要的人以及公益团体。确实有一些，除了一些店家免费提供我们这些物资以外，那还有就是像有些食品公司，他们也会主动的通知我们去载面食类的东西，他们等于说是刚刚做好的东西。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市场卖菜的一些摊贩，他卖的水果、卖的这个蔬菜，如果他有剩余的通常也会主动的到这边来送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让我们去处理。那我们当然也是挑三拣四，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来一样，请里民自己来领取。为了确保食安，民政局日前也针对时享冰箱进行食安法令教育训练，卫生局也会协助订定时享冰箱的管理与使用规范，导入定期检核机制，分享的食物都会经过重新包装及检验，并贴有赏味期限标示，提醒大家在赏味期限内尽早食用完毕。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现代生活步调紧凑，对于保养也讲求快速。台南有一间在地护肤品牌就看准市场，推出一系列可以快速保养的产品，透过天然有机健康的成分，结合亲肤技术，让忙碌的现代人可以精准快速的保养肌肤。挤出白色慕斯抹在脸上，加上虹吸原理，洗干净后就有去角质的效果。这款净化面膜给人医美等级的享受，轻轻一喷就能保养到位。这罐天然有机成分加上特殊专利的奈米亲肤微脂囊技术，喷到脸上无需拍打按摩就能吸收精华。那这一瓶呢，它就是就是有点像你做过水光针那种，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很有光泽，然后它也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肌肤。试过医美疗程，贵桑桑的保养品都无法解决肌肤问题，以西净命名的护肤品牌就此诞生，看准现代人追求快速保养，免去瓶瓶罐罐，用天然无添加的成分以及多项专利技术，在短时间内让肌肤绽放美丽。那我们产品呢，可以做到安全无侵入性，它就可以达到像医美这样子的效果。基本上我们的保养品适合大部分的肤质，像敏感肌肤都可以使用。我知道这间它就是大部分的就98%、95%，它的成分都是比较天然的，所以呢，就是连小孩都可以用。我觉得保养不是女生的天下，男生的天下会越来越大，而且男生的市场越来越多。但男生会选择的保养品是什么？简单、快速、有效。品牌共推出7项保养品，嫌保养麻烦的男性、急需抗衰老的优雅女士都很适合。加上专业的顾问咨询，能精准评估肤况，对症下药，让肌肤回到最佳状态。记者杨秀怀台南报道。不用走遍各地就能品尝到各地美食。台南一间5星级酒店特别邀请台北主厨南下做客，在饭店38楼醉月楼餐厅推出川味之旅，将四川传统麻辣鲜香融入台南的创新元素，有玫瑰花国王大虾、脆香蒜辣德国猪脚，甚至将台南虱目鱼融入四川酸辣口味，相当特别。随着秋季来临，正是品味美食的最佳季节。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特别邀请姐妹饭店、台北上海醉月楼主厨赖中顺南下客座，推出川味之旅。这次客座活动除了有传统川味的麻辣鲜香，
另外结合创新的元素，例如这道脆香蒜辣德国猪脚，先将外皮烤至酥脆，然后加入麻辣酱汁炝炒，不但中西合并，而且还带有麻辣风味。我是以那个脆皮猪脚下去演变的，因为脆皮猪脚是只有脆皮而已，然后就是一般的调味这样而已。那我把它演变成炒干辣椒、炒辣的，然后许多我的客人他们对于这个很新奇，也很好奇，然后所以他们喝酒啦、下酒菜几乎都必点的东西。除了麻辣德国猪脚，另外还有玫瑰花国王大虾。以干燥的玫瑰花瓣融入澳洲大虾，将海产的鲜甜与玫瑰芳香完美结合。我们会稍微剥壳之后，我们会稍微沾粉下去油炸。那油炸完之后，我们会用我们特调的辣椒酱，然后加这个玫瑰花干燥的玫瑰花下去拌炒。那因为它会附着那个酱料会附着这个玫瑰花的香气，所以你吃起来花那个会有花的香气。裹在那个虾子上面。除了创意料理，另外传统四川口味麻婆豆腐、椒麻鸡与酸辣鱼当然少不了。主厨特地选用台南在地的虱目鱼做酸辣鱼汤，口味特别。酸汤是也是属于重庆那边流传过来台湾的，但是酸汤鱼其实台湾很普遍的，但是因为我这一次从台北下来台南，因为台南的在地食材就是虱目鱼居多，那虱目鱼肚、虱目鱼肉比较平常，但是你要用虱目鱼皮下去做这个料理，也是一种挑战性。但是有人用，但是你要做成酸汤，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口感还是不错的。岁月楼客座巨献川味之旅，业者从即日起推出，直到10月中，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机会。享受这场初秋时节的川味美食。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接下来要介绍一间位在桃园八德的特色牛肉面店，老板除了传承家族的红烧牛肉面，更创新研发诸如南瓜、咖喱等独特的牛肉面汤头，搭配每天现做的手工面条，让店家不仅在2届台北国际牛肉面节都获奖，多年来也吸引许多尝鲜的顾客上门。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端上桌，仔细一瞧，里面居然加了南瓜。原来在八德有间牛肉面店，老板作为美食老饕，常将各地美食试着融入到牛肉面中，研发出了许多独特口味的汤头。就连知名台南牛肉汤的吃法也被巧妙借鉴，十分特别。老板凭着创新口味，不仅在2014年台北国际牛肉面节获得创意奖，也吸引许多尝鲜顾客上门。老板也分享了研发的甘苦谈。因为我是个很喜欢美食的人，到处去吃到一些东西，想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结合牛肉面，然后去做一个那个不同的变化，然后让大家去能够更有挑战他味蕾的一个那个感受这样子。做南瓜的这个部分的话，是花了蛮多时间去研究它这样子，因为南瓜东西我们做这个南瓜是纯粹用新鲜南瓜下去制作，那在综合的过程当中，就是后来尝试着用西式南瓜浓汤的那种做法，再加入我们的牛肉汤头去做一个结合，这样，然后最后才能试了很多次之后，才达到最完美的比例。这样，我们其实这道作品的话，还蛮多那个顾客都还喜欢这样子。对，店内员工揉着面团，并在经过一遍遍反复压扁整平后，再用机器一压，一条条扎实有嚼劲的手工面条就热腾腾出炉了。原来老板自己家也是开牛肉面店，从煮面到制面都自己来，加上近年全民都重视食安，因此老板选择每天自己现做，让顾客能品尝到安心又有口感的面条。我们在外面拿面条回来这样子，它可能那厂商宣称存放的时间可以放到3天到5天，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这样子，那就是让我们会有点怕到这样。以前我们就是自己外省士官长传承下来之后，我们也是自己在做面，里面完全不添加任何其他的添加物，就是最简单的元素，水跟那个面粉，就这2样而已。另外，老板当初开店其实是因为怀念父亲向眷村老士官长学来的好味道，因此店内的红烧牛肉面是只加豆瓣酱的外省汤头。
店名也以自己老家门牌来取，象征传承意义。父亲在20几年前在开店的时候，是传承于外省的士官长所研究的一些口味。那它有别于不同的家常牛肉面做法。那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就只用了豆瓣酱，那不加任何的酱油跟中药材下去调制这样子。牛肉面是台湾代表美食之一，除了基本的口味，老板也积极创新，有多元独特的汤头和有嚼劲的面条打响名号。不仅吸引尝鲜顾客上门，也在多年后培养出一批忠实粉丝。老板也期盼能继续将牛肉面的美味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